我看到嘅係防疫專題，防治 H7N9 禽流感，關於230事件隔離醫院同20米嘅應變醫院，其實同中國疫情發生改下是全面改變嘅，隨時是收起嚟騙人。因為防疫千搶救嘅疫苗，疫苗就未頭嚟已經18送到台灣，很多人去上美國通過安全檢驗。不過實際嘅研發後量產，起碼未有等1年嘅時間。2T H7N9 境外移入病例符合隔離病房，一期末禽流感做下用到。台大醫院全力搶救，經過35日病人治好，順勢退院。是一個團隊的治療，包括加護病房的，包括洗腎，包括葉克膜的使用。我想這是一個很好的治療的一個模式啦。禮拜嘅救治成功，未為台灣嘅醫療防疫體內帶來動態嘅信心。因為地下全台總共有230次嘅隔離醫院，提供1000萬嘅病床，收集重症嘅病人。其中20年嘅應變醫院係講流感疫情爆發，佢還會隨時全力投入病人嘅救治。患者非常多的時候，我們可能呢會醫院呢要清空，這時候呢，我們全力呢就是要做防疫的工作，那其他的業務可能就暫停。因為防疫千搶救嘅疫苗，5月18台灣拿到美國嘅疫苗資料後，又會開始研發。先隔到8個禮拜，疫苗實際開發出來，係時候拿到藥證，還經過100個通風試驗同300模捐款規模嘅人體臨床試驗。先隔沒有1年，將是大量生產來用。你的疫苗要用得非常的有效率才可以，才能夠把這個疫情盡量把它擋住。那臨床試驗沒有做完整以前，我們目前是全世界對於該打幾毫克，大家都是眾說紛紜的。我們的動物嘅安全試驗做咗以後，將做2年人體嘅安全試驗，哎呦就做得啊，所以所需要的時間呢，差不多5至63年就夠了。就是碰到這種大流行的情況的時候，那麼這個程序會縮短，政府的法規也允許在新型流感發生的時候，採用這種方式。尤其立秋冬流感傳染高峰期，全無半年，疫苗開發嘅速度更加加劇。除了之前公認以流感先有效嘅藥物射擊流感，我台把 H7N9 嘅境外移入病例，病毒實意外嘅產生抗藥性。佢哋病毒會變異嘛，克流感也用啲嘅治療嘅流感病毒也好多年了，所以有些已經有這樣抗藥性了。所以我們目前也正積極的在要儲備所謂靜脈型的熱瑞沙的這個製劑，那這個可能目前對這個抗藥性的病人還有效。H7N9 嘅病毒鏡頭變，防疫單位未停定外調整材料，專家咪建議係講疫苗量產，除咗提升嘅醫護人員，要加強屠宰場嘅調，即係同偏調接觸嘅人，並應該啲做係優先注射對象，維持醫護體內正常運作之外，另外全世界防堵疫情。香港新聞方劇上廖啟正綜合報道。